歡迎大家收睇財富訊息。Ivan， 我哋上一集提過一啲匯率嘅位置啊，基本上都出現咗喎。係啊，當中有英鎊對美元啦，咁啊升穿咗1.3450嘅阻力，咁曾經咧仲嘗試過1.36嘅水平。咁而澳元對美元咧就暫時仲喺50天線以上係整固。咁仲有交叉盤澳元對紐元啦，咁不單係向下試咗1.0780啦，最低咧仲見過1.072附近嘅水平添。咁除此之外啦，我哋上一集都有解釋點解美元前景係偏弱啦，咁大家咧有興趣可以睇翻喎。咁而除咗弱美元之外，咁近期嘅市場焦點仲有美國拍賣長年期國債喎。係啊，咁啊美國下個禮拜咧又有長年期國債拍賣啦。咁從呢幅圖我哋見到啦，藍色線咧係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減翻5年期國債嘅收益率。咁條線向上走咧，就代表收益率曲線啦係越嚟越陡峭啦。咁亦都即係話咧，長短年期債息嘅息差咧係越嚟越闊。咁而當呢個情況係出現嘅時候咧，美元指數咁即係紅色嗰條線啦，一般咧都係會走弱嘅。咁過去啦，呢個情況係反映出市場預期美聯儲將會採取更寬鬆嘅政策。不過面對住關稅對於美國通脹嘅不確定性，美聯儲幾時會再減息咧，都係未知之數。你講得冇錯啊！咁啊事實上咧，現時呢一個長短債息息差擴闊同埋弱美元嘅正相關性咧，係反映緊投資者對美國長期國債嘅信任程度係有所下降，咁從而要求咧一個更高嘅收益率。而環球投資者對美國國債嘅需求如果係減弱嘅話咧，亦都將係會影響翻市場對美金嘅需求。咁另外啦，最近美國就通過咗一個所謂大而美嘅法案啦 ，One Big Beautiful Bill。咁裏面咧就有第899條條款咧，就賦予咗權力俾美國財政部可以向被美國定性為歧視性國家嘅政府、企業又或者係個人投資者啦，徵收高達20%嘅所得稅同埋預扣稅。咁市場咧就擔心呢一個資本稅一旦係實施嘅話咧，將係會影響外資投資美國金融市場嘅意願。咁啊特別係美債嘅市場。咁因為有唔少嘅國家咧都揸住咗美國國債嘅。係啊，咁所以啦，整體嘅投資組合都應該盡量分散喺唔同嘅市場，而債市嘅配置就唔好太過集中喺美債啦。中信銀行國際6月份就將美國投資級別債嘅展望由輕度增持下調去到標準配置，主要就因為美債面對嘅風險比之前大咗。不過就維持翻對於亞洲投資級別債輕度增持嘅展望，因為區內嘅貨幣政策比較寬鬆啦，有減息空間嘅國家包括係中國、印度、印尼、南韓等等，咁令到亞洲債嘅前景咧係相對穩定㗎。Ivan 啊，咁股市方面又應該點部署咧？我哋先睇翻美國標普500第一季嘅業績啊，咁啊公佈得非常之唔錯喎。咁整體盈利增長咧就達到13.6%，咁已經係連續2季嘅年增速咧係達到咗雙位數。咁反映翻啦，美國企業盈利嘅能力咧依然係好強㗎。不過要留意翻啦，隨住美國關稅嘅落實咧，分析師咧就顯著調低咗標指大部分行業響未來嘅盈利預測。咁基於呢個背景啦，投資組合咧就並唔係話要完全放棄晒美股，咁而係要謹慎咁選擇，咁同埋咧要適當咁分散翻去唔同嘅市場啦。咁當中咧就包括咗歐洲同埋亞洲嘅股市。咁從圖裏面我哋見到啦，年初至今咧股市表現最好嘅咧就包括咗德國股市啦同埋港股。咁反映啦，響美國面對滯脹風險嘅情況底下咧，投資者咧係選擇將資金咧分散翻去一啲估值比較合理啦，同埋風險溢價係比較吸引嘅市場。咁好啦，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